人間有愛，客家有情。人生總會行到無路，唔是講，該唔係青頭，係提倡安利，愛做完了。有請你來到有愛無種嘅生活，共下來做嘅玩，看到獎。恭喜恭喜！歡迎好朋友來到正在邊看到獎嘅節目哦！哇，頭前忙碌咧啦，停下來！唔係愛停，係愛轉彎嘅啦。安尼共下轉嘅玩，看到獎。恭喜恭喜，大家恭喜！今晡係年初四號，哇！今日啲節目我來分享好聽嘅節目哦，都係今日啲節目我邀請你嘅好朋友，咪係有來過你嘅節目哈，佢係李文煥老師，老師你好。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文煥。文煥啊，唔過佢今年哦，還有隻名哈。hem就係阿文哥哦，阿文哥，哇，用嘅係安尼hem咯，等下這個來同大家分享哈。因為嗰年哦，就係先邀請你嘅文煥老師哦，來同講嘅吉祥話。漢人但是我講司機啦，唔講啊，一下係蠻學位叫做司機，係啊，我就用一下現代講法，就祝福鄉親朋友大家哈，身體康健啊，萬事如意。哇，安好哦，都係祝福大家哈。唔過今日特別邀請啊嘅文煥老師啊，沒有來到台北啊來分享啊。唔過今日因為等下沒有聽你唱歌嘅啊，哈，沒有聽你念詩係嗎？當然是。好，看到過去嘅一年哈，哇，文煥老師不得了呢，哈，你上個 YouTube 啊。成網紅誒，係嘛？安排些。文煥老師他係四處到處跑啦，哈，都係你嘅工作，都係你要去到冇共用嘅學校去教佢哋嘅咁多嘅聽眾嘅朋友，係嘛？錯，也要去到哪邊啊？我唱苗栗縣自家一本身部分就苗栗縣18鄉鎮，係有是種學生嘅嗰個學長嘅啦，就學長嘅嚇，我強做學教育處係有派我做伊關心嘅啲，嗰個我嗱我拜六拜日有時候我食嘅教育部嘅國教署嘅計劃啊，我就拍嚟演示安尼，嗰個有啲會演示嘅高中嘛高中嘅四種老先生較少嘅會指演安尼，哇，唔過因為學校動員呢，你可能聽眾朋友怕唔記得哈，文煥老師哈，佢當後生咪當演到啦哈，唔過佢看冇乜嘅多哈，我跳下係唔記得，我老到你乜嘅都看唔到，係淡薄看到嘅係嘛？係有兩分目別嘅啦，就講讓應該講苗栗應該一分目，就0.1嘅視力啦。一扎嗎？一扎係兩扎？兩扎目主看唔到，全部係0.1。冇一扎較差，一扎都冇到0.1。哦，一扎慳下差吼，哇！安尼我聽下講，因為學校動員呢，唔係講錯輔差，係錯埋差多吼，你咪做唔得開差，用個啥咯？用錯公差、錯個鐵路啊，或者錯火車。像啦，像係今年，但是只有竹東高中較多吼，就錯高鐵，嗰個揾幾長差。哦，你可以結，有錢就可以結。唔過錯幾長差，哇，動到錢呢嗬？佢有補助啦，像頭前嘅人當然，但是就只有澎湖較多，佢就比比人易。係啊，佢講係咩七架走啊？哇，全部係自家去哦。係啊，我獨立啦。
好，我讲爱看啊，给教育处没看到，文焕老师的行动力很积极，哈，就放心哈，都不你自家去啦，哈，我可能喊我派个助理了，突然填书啦，哈。那有安好，上做体育用上你的钱那可能。我讲因为都会当天来回哈，因为都会很多个系嘛。哦，迄拜六拜二有时有上司会。我黑压啦，我高压系啊，无当走一转，澎湖安燕，无一上一两压，按大送你的钱，当一来费嘅话，经费较浪费啦，哇，個都係希望講，都係去上課哈，將來有機會都係去到鄉下度嘅學校哈，去聽書架頭啊哈。個啲屯家度接觸嘅時間，有感覺講，也都有成年嘅屯以前，你哋學習有嘛咁冇強用冇？哦，也下我知道我當中嘅斯坦用啊，做也下聲音嘅吼，當幸福啦。種個條bài藝生些非營養看唔到嘅時節吼，教育處完全冇派線上來看藝，咩冇輔具、冇輔器啊條東西，冇安尼乜嘅病態嘅書啊乜嘅都冇呢。人比如藝啲學校堂課堂到剛當日堂嘅堂到畢業安尼呢，也係聲音天天就我教育處就會同步講哦，咱隻學校有四種嘅學生嘅哦，我線上我建議當係評估一下，看佢嘅狀況。我買個東西，我嚟聽書機，我人力嚇也係輔器，就落去聽書安尼。嗰時也係嘅聲音，電到係學習嘅統計嘅問題。到頭擺學生嘅，就會講你係冇電到頭擺冇安尼，按到聽面聽書電到我較散忙咧。呀，大家都沒有乜嘅名路啦，哈，大家都會感覺講啊，都係安尼啦，唔怕啦，好，唔過以前都係資源少，反而學生忙啦，哈，好，唔過聽到嘅文化老師有講到哈，都係希望大家做得去來聽書，幫助也得看唔到係講身體有殘障嘅學生嘅啊，唔過都係希望都係鼓勵家哋哈，都係自家愛上去學。這是挺重要的哈。係錯。你看到文化老師哦，按摩喊呢，你喊這個網絡啊、YouTube 啊，看到你動到作品呢，哈，哇，有冇想到按你做呢？其實咁樣一種興趣就係令我哋平常工作嘅壓力有點舒壓嘅嗰種嘅方式係啊。過嚟一方面係應該算去年台灣通過母語嗰種母語法咩嚇，我推動自家本土語言。我係要本學校送一培訓客家嘅先生嘅培訓。我係就對安尼東西客家我係有興趣。對，嗰一方面佢係要即係要視障樂團咩？視障樂團係本來按當年下來就要搞嘅就創客家，因為我搞嘅就想學客家歌詞嘅就唔點樣嘅發言，嗰就變成我安排外外，我就一支支嘅錄，下我就想錄個要順勢就錄本太講人看較，安尼可以分享本較多人點客家嘅發言用唱歌安尼。嗰就一開始係先做客家嘅歌詞嘅分析。過來慢慢的，去年又有好多客家嘅漢詩樣嘅書寫以後，我就越來越強了。哇！你聽到呀，你都會提講文化老師學習力動強啦，哈，都係希望大家來講客話，哈，嗰種都有呀，講客話。清神期係嘛？係講下暗神期，暗神期啦哈！呀，度來聽啊，第一集都係你本來教嘅視障樂團講客話聽聽啊，講歌詞聽聽啦哈。唔過呀，變做係客語歌解析，都本大家來聽，本大家來看啦哈。都係看到嘅客語歌解析啦哈，都係呀先來欣賞呀係。大家行強路哈，大家行強路係嘛？係錯。好，先來聽哦。各位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阿文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今日我来到大家介绍一首歌曲，也是歌曲叫做《大家行强路》，大家行共路。为什么要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呢？主要是这首歌曲在今年2022年的国庆日登上了我们的国庆舞台。就有一些朋友询问阿文哥说，能不能跟他们解释一下这首歌里面到底在唱些什么？因为按客家人嘅能见度啊，变到按读按讲怎么回事呢？那我们来听看看这一首歌曲。那我会挑这一首歌，主要是因为这个影片呢，主要是它是10几年前由罗时丰来主唱的，他是独唱的，所以他的歌词与发音会比较清楚。那影片最后我会再放上连结，就是那个今年国庆日的合唱版的，也很好听非常好听。今天我在解释歌曲的时候，我会稍微调整一下，把客语的比例跟华语的比例呢稍微平衡一下因为最近有朋友跟我讲说，阿文哥你的客语怎么越讲越多，反而华语变少了。好，现在来开始现在来开始，也来开始哦。我们先解释歌曲，如果重复的我是用朗读的，在最后呢，再附上歌曲的 PPT 再为大家朗诵一次。一撒行一步，就是一个人走一步。大家行共路，大家走同一条路，共同走一条路，对，这个意思。有你的照顾，我唔艰苦。有你就是有你，有你的照顾，有你的照顾，有了你的照顾，我唔艰苦，我就不怕辛苦了。唔怕风雨阻，唔惊坎坷路不怕风雨的阻拦，不怕坎坷的路途。有你的帮助，我唔会输。有你的帮助，我不会输。有你的帮助，我不会输。其实客家当然是要讲有你的天数啦，有你的帮助，我唔会输。就是发语词的某意思。心连心来心连心，心连心来亚述国会不能用四弦腔，这首歌本来是用4弦腔的，但是这个来这个字呢，它用了海陆腔，就是海风的海风不然应该是心连心来，它来一边来心连心来，手牵手手牵手。吃苦当作是食补，吃苦当作是吃补。其实也有押韵各位也歌词老发音较重要故说唔要讲轻困难我的意思是说，这首歌其实蛮浅显的不是很深难的客语还蛮容易懂的。你看这困苦都前面写的好。任何的困苦，任何的困苦，
我来为你出，我来为你出，我来为你除去你遇到的困苦。流眼泪上夫，流眼泪照顾互相增起影响。这条一特别哈，看我妈清楚，但好像保持的看哈。一上行一步，大家行共路，这个一样哈。一个人走一路，大家走共路哈，行共路。恩利的脚步，我们的脚步，恩利的脚步，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讲的意思啊哈。人生的路途，人生的旅程，人生的路途，我不相信有定数。他不信有定数哈，要打破啊！有你的祝福，有你的祝福，我心满意足，我心满意足了。只要有你的祝福，我就心满意足了。哇，也都是大家很强路哈，给客语歌解析哈。哇，文慧老师同安尼讲一下，都是给是你上来给小朋友给视障的团员哈，来唱客家歌，家都没行音系嘛？哦，系，但是就好容易较多。但是我哋都没有啲咩吼，没有啲心中没有提起嘅话，有上时有人会要求爱唱嘅时间爱唱客话。嗰個我哋咩有心喺大學裏邊曾經以校園巡迴，我哋都推廣客家歌嘅，那就佢想講，嘿有上學人就可以我哋前2年我要去年啊，我有啲歌數啊，好多人啊，佢唱到嘅鬧熱大擂台，佢唱到前5名呢，前3名啦。哦，去參加啊！對，佢好多人啊，佢都同我安尼好，佢都好多動腔呢。哇！哇！嗰種安尼想哦，因為您講嘅合法難好吼，其實唔會啦吼，都係有心就做得啦吼。聽下安尼冇探索啦吼，都係給大家很強度吼，都係希望大家有機會安尼未來上網吼，到 YouTube 都看得到係嗎？這個上以前就做得咧，係啊，大家上以就打阿文歌。個客家話歌詞解析，就會前一道。都前一道哈。我就講打講客按生氣，講課認生趣啦。因為也抒情那個頻率一度的啦，當家就前一道嘅東西。講客話按生氣啦哈。好，個大家會想哦，你用嘅錄音哦，你也看唔到啊，係兩台麼？我手機我用嚟做呢。其實這大部也拜疫情的問題吼，因為我哋做學校做線上，像我們愛線上教學咩，嗰時候我哋就我這個有研究過，應用嘅錄影片可以幫學生冇做演技嘅教學吼，演技教學係可以幫學生學到嘅東西，嗰時候我有研究，或者我會用 Zoom 嚇，咁我就電腦錄影嘅方式一錄。嗰也幫我有研究到可以 PPT 可以出隻錄影個錄影，真研究出來嘅。橋下就做得做起來啊！安尼很好方便啦，嗬。所以安尼可以流傳，可以宣講我較方便。哇！嗰時候安尼一開始都係客家歌嘅來解析啦，嗬。後來有用嘅開始來唱歌嘅咯。你自家來唱歌呢？懂好點啊！有創意呀，就有時還是想講，有啲客家歌特別聽吼，但是當山歌冇做嘅小調嘅歌曲吼，老實講，安尼現代後生人聽到冇乜個動向創意。你喺講流行歌嘅，因為我啲歌數啊。佢哋會點，有啲會流行歌上去學，我聽我幾10萬以後，我就
以后堂呢，刚好要来吃葱看呢。有时候想，我冲完以后，我就发觉我冲的唔会难糖。你迄个创，你个乐团的主唱的吗？冇啦，那是幕后的。然后就像个同好店啊，就讲啊，比方说一边红本人谈款呢。一开始我迄边有得迄外劳嘅歌词改脱，国语转客家啦。所以像有位歌手，某组视障朋友叫我讲，我同学玩的吼，我 KTV 点歌的时间啊，客家歌当小好点咪倒来唱，甲讲唔怕我按照国语歌来改客家来唱，就歌手就有技术，系用国语转客家安尼。哦，国语转客家，国语转客家，好，你来听哦，因为过年嘛吼，大家全部来欢喜闹热吼，都系财神到，做对吗？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嗌僕大門口，迎財神，接財神，老財神將你去無比度，從今嗌搞好運。財源滾滾來，做生意基本萬里，買菜嘅記得新因素，萬事東成西就。財神到，財神到，客家人食財神到。財神到，財神到，財神到，嗌僕大門口，迎財神，接財神，老財神將你去無比度，從今嗌搞好運。財源滾滾來，做生意基本萬里，買菜嘅記得新因素，萬事東成西就。財神到，財神到，客家人食財神到。財神到，財神到，財神到，嗌僕大門口，迎財神，接財神，老財神將你去無比度，從今嗌搞好運。財源滾滾來，做生意基本萬里，買菜嘅記得新因素，萬事東成西就。財神到，財神到，客家人食財神到。财神到，哇！客家人講財神到，財神到，哇！你唔卡有40歲年咧，好，嗰首我有財神到啊！難怪我從耶穌過嘅哈。錢看我跌下來冇。以前有訪問過文化老師哈，啲講那個太太哈係馬來西亞人哈，俺咁有機會轉去咯。1-2年嘅疫情嘅關係冇轉去，係啊。不過就
也當然有人啊聰明會接過來向我過年啦。安尼真好哦。家到同你過年有冇共用冇？共用，冇乜政策。特別以馬來西亞過年嘅時節，見到嗰片嘅過年嘅氣氛吼，比人家那邊較鬧。咪很鬧熱啦，較鬧熱，見到因為幾個人都海外吼，要離開按本土較遠，見到會知道要保持安尼嘅感覺，嗰種心情會較多啦。係哦，唔係過年過去啦，差唔多係聖誕節過去啦，嗌過去從過去時間，我咪感覺家到都會佢當到嘅以前講嘅 CD 啊，咪當到全部係過年嘅氣氛嚟啊，咁個湯嘅文化老師來從財神到，其實都係希望大家不管喺哪位喺台灣咪好，喺馬來西亞世界哪個角落都會希望大家全部係一家人共用都係希望我們都是一家人。唐公你沒有吞我們都是一家人沒翻唱係麼？有老語翻咗變客話嚟唱，試演強嘅啦，試演強大家來探過呢。我嘅家鄉佇那魯灣，我嘅家鄉佇那魯灣，從前嘅世界係一家人，現下係一家人，時間等數，新年等數，強強的同人恩利嘅歌誒，團結起來，相親相愛。因為恩利都係一家人，天下係一家人。我嘅家鄉佇那魯灣。我嘅家鄉佇那魯灣，朝拜嘅時節係一家人，天下係一家人，時間等數，新年等數，強強地唱人恩利嘅歌誒，團結起來，相親相愛，因為恩利都係一家人。天下係一家人。新前的數，新年的數，強強地唱人恩利的歌誒。團結起來，相親相愛，因為恩利都係一家人，天下係一家人。哇！今日印度來聽嘅李文煥阿文哥來唱歌嘅啦，今日係年初時嘅特別節目啦，特別邀請文煥老師苗栗過來都係希望來同大家分享阿文哥也一年來其實家有當多嘅作品我來分享俾大家啦。咁個文煥老師你哋講，那係。你愛寫詩一般人係懂用意啦唔過你是應該用寫嘅麼？你咁多你講嘅點字呢？我目前冇講完全看唔到，我還有第一個講還有看到一些咧咩？講係用電腦表態。我其實表到像數百張安台嚟看。安台。我學法嘅漢詩，我咪按嚟學嘅，一隻隻嘅天天嚟看。
不过安尼电脑爱学个记得较清楚呢，比伊学个较急，哎呀，系哦。你安尼都开始来写姓氏系冇？客家嘅姓氏哈。有啦，开始有一些的兴趣，然后去转到变形式，有一些的专做推广啊客家话嘅文化嘅想法啦。哇，看到啲嘅YouTube 里面有分享出来哈，你都会通去打出来，本大家啲讲呢啲讲嘛嘅系冇？系我去打做客家嘅汉诗，各位我即家朗读。本大家看安尼，喺幫我用研究都可以用 PPT 錄影，可以上個留拼音，等我留去打上去，安尼我較完整。安尼大家可以來鄉下啲講，佢係乜意思係冇？錯。順手本大家學客家嘅詩，因為也當人講，你到嘅詩係咪實在學袂亂掉嘅？沒有嘅，我哋要學過嘅哦。係啊，從我就做唔得寫啦嗬，我有看到你嘅文章嗬，我半猜半錯。佢學當家㗎，因為曉得講而學當家。呀，都希望大家充滿有進步啦，好人嘅嘅112年都好好學一下嗬。咁個看到嘅客語新詩哈，阿文哥李文煥老師佢就同大家來講，佢所寫嘅也係天公請寫嘅人，係安尼講嗎？係啊，呀，就先來聽阿文哥來同你講呀，天公請寫嘅人，也係乜嘅意思？你是家啲想嘅，你寫嘅時間你有乜嘅感覺？老師講嘅時候寫嘅時候，佢心情是都是會冇乜好嘅時間寫出來。想講用辦眼目做嘅安尼個藝術，做嘛當然我大病都按辛苦，不過又想起來講。其實天公最寫嘅係啲愛，冇讓愛嘅思念啦，各方面係呢有一天嘅發展，然後佢本來就像人講天公，因為講上天重要，其實佢係呼應一天嘅責任，可能有一天嘅使命啦，就像上天要使用一天有一天嘅目的嘅，我知道係安尼。係哦，話嗰個有時嘅哦，那係心情冇好嘅時嘅哦，呢度聽歌嘅啊，聽阿文哥唱歌嘅啊，嚇，冇到呢度聽阿文哥嘅心情故事嚇，佢就同佢寫出來，變做係客語新詩啊，嚇，咁個呢啲講我同大家分享嚇，對，有人看，有人聽啊，有人同你回應麼？看到你唱歌嘅啊，呢啲教大家用嘅去使用 YouTube 啊，講你聽到看到你寫嘅心思咯。有啊，有人看到，佢有人有回應嘅時候，其實有人回應嘅時間，我哋會當歡喜，就講真係有人能互通啦。嗰個像經驗我有都會唱嘅新鴛鴦蝴蝶夢嚟轉客話，就有人啲大下寫講，可以留漢詩打出幫我看望，因為嗰條歌我先用唱嘅呢啲網友詩，嗰個就有人會回應，嗰個有人講按之些好得按呢解釋嗰個幾張提供歌詞意思係乜嘅，反正當然互通啦。嗰個去年沒有111年嘅客家朗讀嘅就全國語文競賽嘛嚇，佢高中組嘅佢冇標準嘅錄音本學生嚟彈，嗰個就留嘅12片啊，做下錄下來俾我當行，嗰就有學生不能讓錄2片聆聽，嗰就有學生進來唱歌，可以再錄第3片、第4片嘛，因為學校嘅先生佢冇標準嘅錄音，嗰就變咗嗌就錄下來俾佢彈啊你。哇，變教科書誒，係係啦，就是盡量錄較標準，但是唔係講，因為眼目做冇按好，看我較慢。
没有可能看较慢，可能慢慢较清楚。哇，给學生嘅聽東歡喜啦吼，有嘅做得都聽，做得咧學啊吼，都係希望講大家做得通過一啲嘅課語吼，做得啲講用嘅去學啊。聽下講到耶穌講嘅新鴛鴦蝴蝶夢哦，一下都來聽好嗎？從我冇今後啦。從一種嘅東流水，你我願已不可留。經營幫我心多煩憂，出到團水水更流，幾杯小小小更小，明這清風似漂流。由來只有心人笑，萬人地得求人苦。愛情用雜事很辛苦，是愛滿一則明白，也係愛裝作糊塗，地多地少難地久。看世界英勇富貼，不應該嘅年代，唔過萬人要走得大論人世間嘅悲哀。爸爸世界英勇富貼，在人間已是點，何苦愛上青天，不以為有童年。從一種嘅東流水，你我願已不可留。經營幫我心多煩憂，出到團水水更流，幾杯小小小更小，明朝清風似漂流。由來只有心人笑，萬人地得求人苦。愛情用雜事很辛苦，是愛滿意嘅面皮，也係愛裝作糊塗，地多地少難地久。看世界英勇富貼，不應該嘅年代，唔過萬人要走得大論人世間嘅悲哀。爸爸世界英勇富貼，在人間已是點，何苦愛上青天，不以為有童年。看世界英勇富貼，不應該嘅年代，唔過萬人要走得大論人世間嘅悲哀。爸爸世界英勇富貼，在人間已是點，何苦愛上青天，不以為有童年。恭
喜恭喜！今本是年初4哈，都是希望有機會大家做得通過呢個節目來看參眾的朋友都有猜哦哈。好，我們的這個阿文哥啦哈，阿文哥來跳下有唱歌有念詩哈，也還有一首我有看到呢，他們就係多情。好，多情，迄下半萬年咯。安排是，其實特別讀高中的時間吼，我其實有寫過年嘅心事，講係想一幫我就講下班，喲，剛才可以讓我特別已經原創咩，我都落去改嗰邊客家詩，嗰個都是用詩到改脫啦詞，就變成客家嘅心事安尼。就是情詩啊，有一個對象咩？有，還蠻熱鬧。不用太多。以前的事情啦，哈，以前的事情啊。不過探講呢點也沒時間，沒有您的下播有回應了哈。有啊，有幫我有留個應該沒有客家過年有多嘛撩妹的語錄有沒有？然後佢講今日客家人咩有得會按你本現代後生人學客家時可以用客家來撩妹，講話就落去有得會，然後佢翻到邊客家留到樣片當行。嗰陣有一隻阿姨啲下邊留言講，阿文哥冇得講嘅，我真都往東艱苦。本佢上到萬年嘅啦，嗬。可能上到佢條擺阿文哥。好，也下 end 先來談也係多情。多情係。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阿文哥，也係阿文哥嘅客語新詩創作，題名叫做多情哈。甜甜嘅你，好似藍天，單純嘅你，輕槍拍雲，多情嘅愛，曾經當想。天涯嘅天堂，留下一條天橋。恬靜嘅你，好比深夜，溫柔嘅你，就像月光。多情嘅愛，曾經當想。天涯嘅暗部，畫上一條天河。也給你人的內味，你嚟個嘅多帶娘伴，多情嘅愛，從頭啲嘅故事情也，偷偷嘅想等，想等你，哇！你想哈，特別那係有機會哈，就得來學一下，都係個合法哈。因為人都會啲講誰會愛講啊？哈，只會講這個，對不對？因為有一首歌嘛，所以一般的朋友家都會講誰會愛講哦。講就是。我覺得就很能夠講到我們客語的，好像仿佛看到那女生很漂亮，動將哈，通過阿文哥哈，啲嘅 YouTube 來學習，可能好朋友每周的吞加嘅，我們的網址不好說，我們就直接再說一次啊，如果講一白哈，啲來青島共合花。清神奇哦！對啲 YouTube 當嗰個搜尋嘅這個欄位那邊哈，打上阿文哥，然後講課認生趣，其實有幾個關鍵字出來，記住前一道都前一道，但是你就打阿文哥沒前一道哦，安尼啊，因為頭先出來會出現動到文下嘅東西，其中一定會有牙嘅，我慘啲啲度紅安尼，你就會看到講課認生趣，你就直接點進去就可以了。
对，文夏文香没有一首歌的阿文歌，系嘛？还不是阿文歌，系嘛？佢好老好老快哈。好，今日的节目请欢喜哦，要请文焕老师好阿文哥来到你节目来分享哦。请欢喜哦，到底年初4啦哈，特别节目来分享家嘅作品哦。不过你咪希望讲做得探一下，都系文焕老师嘅未来新希望。唐公你有运动啊哈，咪希望讲行下都去帮助动到的人哈，还有吗？其實今年係保持講，因為有健康嘅身體，將又可以再個繼續聽數較多嘅人啦。嗰陣係你叫我保持講，因為至少行1萬步。哎呦，因為多少嘅當將惡壓啦，我有到一系列高血壓，就醫生就講運動嚟保持人嘅身體健康嘅最好方法。過來呢，我係有繼續推動藝術 iPhone 助網計劃啦。2手 iPhone 助網計劃，因為沒有下文中一投稿在客家的新聞這樣子，希望有較多嘅人建議冇用嘅 iPhone 呢嚟，可以送盤給到看唔到嘅人，佢哋就可以利用手機可以學習東西，可以接觸一社會，本佢哋嘅有安嘅人生變到有光明出來咧。過來社會講過一下長夜班的時節，元宵節嘛，有沒有團亮誒？我去拼多多行啊，有熟悉當多亮誒，可以本嚟一讀看，就是客家話的猜謎語啊，應該有60-70個那個謎語這樣子，可以同自家學冇卡聲音嚟分享，學法嘅亮誒係謎語一樣嚟講，有禮物嗎？要傳你阿基本了。哇，你挺好呢哈！哇，談到啲長夜班啊哈，就得又來猜謎語啦哈。過沒想哦，以前你動就沒有從事過一啲嘅動節的時間，都係買扮演係嘛？係啦，佢沒啲買飾演呢。其實嗰個國語歌曲，國語歌曲叫做賣湯圓啦。之後加個旋律當好聽，嗰陣客家有冇安尼賣扮演嘅那個歌曲出來，就冇拉佢改編客家來唱，知道一神奇用誒。都神奇哦！李文焕老師阿文哥來到你嘅節目來同你分享哦，情好情歡喜，咪情鬧熱哈，叫咪聽到家嘅作品哦。好，最後請密哈來請文焕老師逐個來同大家講隻吉祥話，祝福大家一下。感謝請等一下，你阿姊邀請我上節目，祝福大家兔年行大運。好，感謝 Andy 文焕老師。買扮演，阿文哥嘅扮演係演又演，1萬扮演能又能，3文錢也買1萬，扮演買扮演同樣做得準傳翻，嘿嘿嘿喲，扮演買扮演同樣做得準傳翻。買扮演，阿文哥嘅扮演係演又演，1萬扮演能又能，3文錢也買1萬，扮演買扮演，共同勝利走得爆腿爛，嘿嘿嘿喲，扮演買扮演，共同勝利走得爆腿爛。買扮演，阿文哥嘅扮演係演又演，愛食扮演夾來賣，食了扮演好團圓，扮演買扮演，
慢了一步行，怕袂迈慢。嘿嘿哟，扮演扮演卖扮演，慢了一步行，怕袂迈慢。小忙竹沙，满山有片崖，小风天色路走松开。春节到做新衫，一点打落加东行。无表情舒张，没有公开礼拜，阿婆莫喊做下煮饭，春季滴滴当一副呀。我想起爸爸，听听给喊，小暖竹爸爸，春风吹来，糖纸包上春歌，对门山爬栏，啦啦啦啦啦啦，冬节过了过假，一抹了浓冰浓发。小忙竹沙，满山有片崖，春风天色路走松开。春风之炮响连天，家家户户庆团圆。新年新头新希望，快乐顺心平安健康。春意滴滴答，你不变。我想起爸爸，听听给喊，小暖就爆发，春风吹来，hàng字炮上春歌，对门山爬栏，啦啦啦啦啦啦，春节到就新衫，一点打落加东下，无表情舒张，没有公开礼拜，春风又百花满山爬，春风又百花满山爬，春风之炮响连天，家家户户庆团圆。新年新头新希望，快乐顺心平安健康。今日真欢喜伫节目邀请李文焕老师阿文哥伫节目来分享家嘅作品哦。哇，文焕老师都神奇哦，係時早成日嘅阿爸，今日又當到學生誒。佢雖然講看唔到，不過佢動武係呢，佢當然愛去動到嘅地方哦。佢還有寫詩，佢未唱過誒，你有比佢喊冇，新的一年希望你不要學生忙掉哦。下禮拜總在被看到獎上來了哦。露水改日對風，黑馬沙老吉打扮安靜，點評下改無上調，黑馬沙有基本嘅安此日。祝
顺该日对方，黑马沙老吉打扮安家，两天下该扶上吊，黑马沙有基本变自日，路顺该日对方，黑马沙老吉打扮安家，两天下该扶上吊，黑马沙有基本变自日，天父狂爱将珍珠，让故事掩盖万物，一同相爱照顾爱，日后该痛苦。天父狂爱将珍珠，让故事掩盖万物，图爱头前该路，爱该人生和那幸福。天父狂爱将。生是天。